子然，看，这是我亲手打下的江山。对呀，就剩下这几棵树了。你不懂，有一句话叫“寒硕在手，天下我有”。虽然我现在身无分文，无权无势，但是我活得逍遥自在，一点生存压力都没有，痛快。韩少君是玄武城派来入赘的，自己都自身难保，怎么可能还保护女人？你是不知道他有多厉害。对，那表面那厉，你身子这么弱，怎么还在外面吹风？上天吃水果。甜不甜？甜。家里的厨子都走了，我让白吉去外面酒楼买了点吃食，你尝尝，合不合你胃口？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呀？这多浪费啊！你也知道现在咱家的情况，有上顿没下顿的。你要是……你放心，以我的资产，养你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你的资产？哎，我说你能嫁人吗？是聘礼。这不对吧？少君从玄武城带来的小金库，你要说这嫁妆，我当然是没什么好说的。但你要说这是聘礼的话，是不是得给我啊？说的对，少君三思啊！你这是想管我的钱？没有，我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只是想搞清楚这是聘礼呢还是嫁妆。白吉，去把账本拿来。嘴上吃点亏就吃点亏吧，嫁妆就嫁妆吧。只是有一点，既然我把账本交给你了，你是不是该改口叫我夫君了？什么？没关系，三公主尊贵惯了，不必勉强。